后来，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总算是有结果咯。咱的海军司令部来证实，美军的陆战队应咱这边的邀请来台湾，今仔日开始连续4礼拜，离高雄左营军区来教导海军陆战队甲两栖敌勤中队这个突击渗透作战的课程。国安局长邱国正再去到立法院备询，讲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方向，大约也是遏制中国。 优先台湾。美国总统大选了，对台政策敢有改变？国安局长邱国正到立法院备询的时讲，美国目前对台政策整体方向热中有台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轮廓来，自助在天助不能够完全依赖哪个国家。美国中国台湾敢会进入冷静期，冲突敢会降低？政府交接当中。 它有一个要调整的，这步调快或慢，这不是我们能够来掌握。因为台湾的依照经济发展来做调整。美国大选的结果已经确定啊，台美的军事合作悠然无停。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台湾拜一开始连续4礼拜伫高雄的左营，教咱国海军陆战队以及两栖敌勤中队作战的要领。 过去呢，就算有进行交流，但是都采取低调，要采取不公开，能做不能说的情况之下，这次是比较大的亮点。立委认为讲，因为中国一直强化军事的能力，海军司令部表示讲，美军来台湾交流是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台美军事安全合作的交流拢维持正常的进行。